你平時好忙，專登請假同屋企嘅老人家去睇醫生，同佢睇完醫生，攞埋藥，車埋佢返屋企。過咗一陣間，佢打俾你，阿仔啊，橙色呢個藥樽入面粉紅色嗰粒藥，究竟係降血壓定係通便㗎？其實好多人擔心嘅係老人家唔記得咗食藥，甚至係食錯咗藥。如果我哋想幫佢，第一步就係要明白點解佢哋咁容易搞錯啦。第一，視力問題，好多時嗰啲藥樽嘅標籤咧，真係好細嘅。對於視力開始退化嘅老人家嚟講咧，其實要睇清楚真係唔容易㗎。第二，食藥嘅時間表太複雜，好多嘅老人家唔止係食一隻藥，有啲藥可能係朝頭早食，有啲係晏晝食，有啲係夜晚食，有啲要食完嘢先食，有啲要空肚食嘅。對於我哋後生嘅嚟講，都覺得好複雜，何況係老人家呢？當成個時間表咧都變得複雜，就好容易搞亂啦。第三，啲藥丸太似，啲藥丸咧粒粒睇落去好似差唔多，啲藥樽就差唔多，好容易搞亂。唔好話老人家啦，我哋後生嘅都好容易會亂。第四，副作用，好多時老人家唔係唔記得食藥，而係佢哋食完藥之後覺得反胃作嘔。當身體覺得唔舒服嗰陣呢，佢哋就自己決定停藥唔食。但係個問題係，佢未必會同你講喎，佢可能會覺得都係唔好麻煩到啲仔女啦。亦有陣時咧，佢哋會覺得忍下就算啦，就唔再問醫生啦。第五，記憶開始改變，有陣時咧，老人家係記得食藥，但係唔記得要食邊隻藥，又或者係佢唔記得自己究竟有冇食到藥。我哋頭先就講咗5樣老人家好容易搞錯嘅原因啦。下一步就係我哋做屋企人可以點樣幫到老人家呢？好多時我哋嘅第一個反應就係提多啲佢啦，但係成日提住佢，佢又可能會覺得我哋煩，又會覺得尷尬，甚至係佢覺得自己做唔到嘢咁。所以我哋嘅目標唔係不停咁提佢，而係幫佢建立一個好簡單嘅系統，等佢好容易去管理自己嘅藥。第一個方法，盡量簡化食藥嘅時間。第一步就係盡量將食藥嘅時間表簡化，可以同醫生或者藥劑師傾一傾，可唔可以同一時間食嗰一啲藥呢？原本係一日食3次，可唔可以調整到一日食2次呢？時間越簡單，越容易記得。第二個方法，用分隔藥盒。藥盒真係一個好簡單又好有用嘅工具。一日一個格，有啲仲會分埋早午晚。屋企人可以揀定喺1星期嘅某一日，同老人家一齊分好1星期需要嘅藥。咁樣做其實有唔同嘅好處㗎。第一，肯定唔會放錯藥。第二，老人家可以自己睇多一次，知道自己1個星期要食啲咩藥，變成一個習慣。其實藥房亦都有一啲多種藥包裝埋一齊嘅服務㗎，可以同藥劑師傾下。第三個方法，用視覺提示。其實視覺提示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。譬如嗰一隻藥係食早餐嗰陣時食嘅，就可以將個藥樽擺喺廚房嘅位置。有啲屋企咧，仲會整一張好簡單嘅食藥表，講明啲藥係幾時食，隻藥係做啲咩。有陣時咧，啲藥樽嘅標籤真係好細㗎，可以攞張大啲嘅標籤貼喺上面，寫住血壓、朝早，咁去提醒自己。亦都有啲屋企人咧，會用唔同嘅顏色貼紙去代替。第四個方法，留意副作用。之前我哋都講過啦，有啲老人家會係因為副作用，所以就自己停藥。
所以咧，屋企人咧可以間唔中問一問，今日食完藥覺得點啊？會唔會有頭暈啊？個胃有冇唔舒服啊？如果真係有副作用，可以同醫生傾下，可能只係需要調校個劑量，又或者換過另外一隻藥。第5個方法，保持溝通。有啲老人家唔講，係因為怕麻煩啲仔女，亦都有啲咧覺得自己記性唔好，好尷尬咁樣。所以咧，我哋講嘢嘅方式都好重要㗎喎。唔好同老人家講話，你又唔記得啦。可以試下講，啲藥其實幾複雜㗎，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啊。個語氣唔同咗，聽落去個感覺都唔同晒啊。第6個方法，適當咁運用科技。譬如老人家識得用電話嘅，可以幫佢校鬧鐘啦，提醒自己幾時食藥。仲有啲食藥嘅 app 啦，派藥嘅機啦。不過最重要都係睇下老人家用得舒唔舒服。有陣時咧，太複雜嘅科技都未必夠一個好簡單嘅藥盒有用。第7個方法，清理啲空樽。好多時咧，啲老人家咧都好中意咧留住一啲空嘅藥樽㗎。佢哋可能會覺得留住先啦，可能遲啲會有用。又或者係咧可以要嚟裝一啲零零散散嘅其他嘢，又或者要嚟裝下其他藥。咁樣咧就好大機會咧會攞錯藥啦。所以咧，屋企人咧可以間唔中幫老人家睇下啲藥有冇過期啊，有冇啲空樽啊，可以幫佢執走佢。第8個方法，同老人家一齊參與。最後一樣其實就係最重要嘅，就係俾老人家參與決定啊。其實老人家都好重視自主權嘅，所以咧唔好樣樣嘢都幫佢做晒決定。你可以問下佢，你覺得用藥盒好唔好啊？校鬧鐘提醒你好唔好啊？當佢哋都有份去決定呢個方法嗰陣咧，就會更加容易接受啦。喺第1部分，我哋就講咗老人家點解會唔記得食藥，甚至係食錯藥。喺呢一部分，我哋就講下屋企人可以點樣簡單清楚咁解釋啲藥俾老人家聽。主要咧就分3部分嘅。第1就係每一隻藥係做啲咩。第2就係食藥嘅時間同埋份量都要講清楚。第3就係嗰啲藥嘅副作用同埋警告。第1，認清楚藥嘅種類。要老人家去記得每一隻藥其實係好難嘅。與其要佢哋記住每一隻藥嘅英文藥名，不如解釋俾佢哋聽嗰啲藥有啲咩功用。例如消炎藥，呢一隻咧係消炎藥嚟㗎，就係幫你消腫嘅。止痛藥，呢一隻咧就係止痛藥，你痛嗰陣咧就可以食呢隻藥啦。抗生素，抗生素咧係殺菌藥嚟㗎，要食晒成個療程，唔好自己停藥喎。第2，食藥嘅時間同埋份量都要講清楚。雖然咧藥樽嗰度已經有標籤講咗話幾時食，但係口頭再講多次都可以方便老人家記得㗎。例如係飯前呢一隻藥咧係食飯之前食㗎，要空肚食㗎。飯後呢一隻藥咧一定要食完飯之後先可以食㗎。呢一隻藥一定要飽肚先可以食㗎。食嘅份量同埋次數，呢一隻藥咧係每一日食1次，每次食1粒。呢一隻藥係1日3次，每次1匙羹。講清楚，老人家就唔會咁容易亂啦。第3就係講藥嘅副作用同埋警告。呢一樣嘢其實係好重要㗎。例如睡意，即係瞓覺啊，食咗呢隻藥咧就好容易眼瞓㗎，所以食完藥咧就唔好揸車啦。如果出去行嘅話，都要小心啲啊。
食晒成個療程。呢一隻藥呢，醫生話呢，一定要食晒成個療程㗎，你唔好自己停藥喎。呢啲提醒都係保障老人家嘅安全嘅。詞彙：藥劑師、藥房、處方、藥單、藥丸、膠囊、藥片、藥膏。副作用：啲藥會互相影響。中藥、西藥、草藥、補品。希望今日講嘅技巧同埋詞彙都可以幫到你。下集見。